主后2023年12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因原本就是牧者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以赛亚书56章第9节到57章21节。上主讲：田野的走兽啊，拢来；树林内的野兽啊，拢来吞食。以色列的守望者拢痴迷，拢无知识，因是袂肥的狗，规日倒咧困，咧做梦。因拢是贪食的狗，规日食袂饱。这的牧者无知识，逐个人行家己的路，追求家己的利益。因讲：来，咱来去买酒，啉厚酒，啉互够气。明仔载会甲今仔日同款，甚至搁较赞。义人受毁灭，无人关心；敬虔的人性命受处决，无人注意。义人受抢夺，通脱离灾难。行为正直的人会进入安宁，伫眠床安然过往。恁这个行邪术的查某人的囝儿，奸夫甲妓女的后代，拢进前来。恁在戏人啥人，在对啥人开喙吐舌？恁敢毋是悖逆的囝儿，敢毋是白贼的后代？恁伫上树中间，伫青翠的树下面，欲火攻心。恁伫山谷伫石穴，杀恁的囡仔做成礼献互偶像。恁伫山谷中摕光骨的石头做神明拜，对因倒酒献祭。恁想这代志，我减会容允？恁伫悬国家的山顶，放眠床行淫，恁上去遐献祭。恁伫门后伫门条边采阴性的相，恁放杀我身躯烫光光。甲爱人爬去你大顶眠床，用约定的价钱斗阵困，满足恁的肉欲。恁带油甲真济香水去拜摩洛，为着要找神明来拜。恁找使者去天边海角，甚至落到阴府。恁行真远的路真野线，毋过犹无死心。恁想讲会当对恁的神明定心得到元气，所以无感觉野线。恁咧行啥人，煞着讲白贼。恁竟然袂记得我，无甲我藏伫心内。我一直无讲话，目睭放阔阔，恁就毋惊我是无？我要公开恁自称是正义行为的真相，这会对恁拢无利益。恁哀求的时，着叫遐个偶像来救恁，风会甲因吹了了，气会甲因分散去。毋过，投靠我的人会得到应允的土地，会当承接我的圣山。上主讲：着建造，着建造。为着要转来的子民开一条大路，甩开路年所有的阻碍。至悬无上，永远存在，称作神圣的上帝，迄位安尼讲。我住伫至悬至圣的所在，嘛甲心痛悔谦卑的人做伙住。我要互谦卑的人心灵醒起来，互心痛悔的人心神活起来。我袂继续控告因，嘛袂永远对因受气。我互人的心灵衰懒，嘛会当互人有活命。因为因贪恋的罪，我有对因受气，所以我处罚因，去杀因。
毋过因继续陪逆行家己的路。我有看到因的所行，还佫会甲因医治。我会引带因，帮赞因，互伤心的人得到安慰，互忧伤的人欢喜唱歌来和乐。我要使平安欢迎，互远甲近的人。我阁要医治我的子民。上主阁讲。毋过，邪恶的人亲像海涌，变来变去，拢袂平静。海水一直冲出拉山的土糜。邪恶的人无平安。我的上帝安尼宣告。因原本就是牧者。但要帖六甲七个国捌讲，一个思想家建造一座庞大的建筑，一个体系，一套世界观。可是亲就伊个人生活，咱会发现惊碍一个互人惊的代志。伊家己并无带点即种宏伟有拱顶的宫殿呢，反倒是带点边仔的棚仔呢，也是伫狗仔厝，一家只肯住伫门房的小厝。对以赛亚所指称的领袖，十分适用伫七个国所形容的即段话。因是受上主拣选，阁受赋予权柄，要领导以色列的看守者、牧者。总是因毋领离开上主，阁伫该尽的本分也无用心，性命陷入极大的败坏。这个领袖贪食、贫惰、奢侈、酒醉，甚至犯拜偶像、行淫乱的罪行，致使因受赋予的头衔和职责，成做上大的讽刺。英国法裔作家张荣伫《宋氏三姊妹甲因的丈夫》册中记载，蒋介石甲宋美龄的基督教信仰确实具备某一寡基础，无像孙文只是出于政治需要，才以基督徒自居。譬如册中写着，宋美龄的信仰受到捌做宣教师的老爸卫生地基岛的老母影响，甚至后来伊所鼓吹发起的新生活运动，也是出于圣神的感动。另外，蒋介石起初受洗虽然是因应政治联姻需要的虚应故事，总是当西安事变发生，伊伫做软禁的过程，确实捌借着祈祷甲读经，得到心灵的安慰，成做真信徒。总是若实际检视蒋氏政权血热斑斑的事迹，无论是伫中国利用共产党的手段来打异己，抗战时期贪赃枉法，抗战了后反政复念，以及退居台湾以后对人民的屠杀甲剥削，始终拢看袂到伊身上有真正基督信仰的精神。可见这份信仰对蒋氏来讲，敢若是聊以自慰的宗教情怀，毋是真正合适耶稣的信仰。拄亲像台湾真侪山明水秀之地，拢有蒋氏行馆，其中袂少行馆还有特别设置礼拜堂。基督信仰对因来讲，也若像是装饰品尔。无分古今，人性总是败坏。毋过伫今仔日这段经文的尾声，上主要出声宣告，伊无放弃悖逆的人，相反地，伊对痛悔甲谦卑的人，还要互因恢复信心，得到希望。毋但安尼，上主也要施行
医治、帮赞、安慰，赐予因平安。因为安尼，若咱也陷入罪恶的深坑，过着表里不一的生活，持续沉沦，确实转来到上主面前，用真诚的态度认罪悔改，互咱会当得到真正的平安，无需要搁再用空虚的罪中之乐，试图得到满足。默想，我是毋是袂记得家己是上帝拣选的人，搁沉溺伫罪中自乐？我是毋是袂记得家己是上帝拣选的人，还沉溺伫罪中自乐？咱来祈祷，怜悯的上主，求你的光照亮我，互我看见家己的败坏、污秽，以及表里不一的荒谬生活。求你赐我勇气，互我有能力面对家己，无搁再互虚浮的有形捆绑。我会当伫你的真理中生活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